原本想用 mini PC 嚟起嘅，起完擺喺廳，長開7乘24。由於現時啲 RAM 啊、SSD 太貴嘅關係咧，唯有攞翻台舊機啦。不過真係好大部，搞唔掂啊，冇辦法頂住先，加翻張 Intel 雙1GB RAM 卡，以前做 lab 買二手用嘅，不過估唔到會再用翻。好彩部機都有32GB RAM，不過粒 U 就弱雞咗 i5 9400。裝完之後，手上已經準備咗裝底嘅 software，Proxmox 用嚟放 VM。今次由零開始，開機用 USB boot， 見到 Proxmox 畫面後安裝，最終用咗4日時間起完我想要嘅功能。Opusend 作用係 Wata， 比加藤用再強大啲嘅。TrueNAS 係一個開源網絡儲存伺服器，俾你放相啊、片啊、文件等。Ubuntu Agent DVR 係 CCTV， 可以將現有嘅 webcam 加落去嚟用嘅。起完就將部機放喺個廳溫一段時間。其他嘢唔收走，就睇下有冇問題。新起嘅伺服器就係代替差唔多用咗10年嘅 Synology NAS，WiFi 就用翻舊有嘅 RT-AX3000變為 AP Mode。打機方面，連線 delay 已經消失咗，再用2-3個星期加減修改。為咗提升internal嘅網路，加咗張4port 2.5G 嘅 RAM 卡俾 server 用。而我房亦都更換埋 2.5G 嘅 switch， 入場得一條 RAM 線嘅關係，只能夠咁玩。Intra 嚟傳送可以再快少少，個片起碼唔會咁慢先。當大部分都 set 好，就正式放上櫃啦。唔好睇都冇辦法，等啲價位降咗先再換翻部 mini PC。執好晒啦，內網又即刻變咗做2.5G。